爷爷，借200块钱给我啊！那咋走？我想买一个英雄联盟皮肤啊！没得。哎，不晓得哪个，昨天去打了一天牌，没及格注册，我不晓得该不该跟我娘娘讲哇。哎，微信转给你去了。哦，要得要得，哈哈哈。一千呢，姐？啊？嗯，给我的啊？嗯。拿来呀！老子快点吧，干嘛？表哥，给我吃一口呗。给我吃一口。啊。没有什么味。媳妇儿，你的益达，跪下唱征服就给你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一场梦。给你的益达。就是这个，给我滚！今年，新买了个手机，你看一下 iPhone X。你买叉了？你看一下，叉长这样吗？那不是苹果标志吗？好像不是这样的吧？你看一下呗。妈，吓我一跳！蛇！慢慢回去了，我们俩家。我是大爷。我不能拿下。少爷过来铺地了，快过来铺地了。哦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继续。是。